1990年嘅一個週末，25歲嘅喬安娜·羅琳 Joanne Rowling 就坐緊一列由曼徹斯特開去倫敦國王十字車站嘅火車上面。嗰陣時佢只係一個過住平凡生活嘅秘書，行李箱入邊裝住咗零零散散嘅稿紙同埋對未來模糊嘅憧憬。火車行到一半，突然發出刺耳嘅摩擦聲，跟住就死直咗停咗喺荒郊野外。廣播傳咗冷冰冰嘅消息，話火車因為故障會延誤幾個鐘頭。佢嘅智能手機喺互聯網嘅年代，呢幾個鐘頭就等於一場徹底嘅感官禁閉。羅琳發現自己陷入咗極度尷尬，佢手邊拒任何可以拒嘅書，袋入邊連一支可以寫字嘅筆都揾唔到，佢唯有被迫坐喺嗰張窄窄嘅藍色天鵝絨座位上，望住窗外一成不變嘅田野風景。當所有外在刺激都消失，當悶悶咁好似潮水咁淹沒咗現實世界嘅喧鬧時，喺腦海深處嗰扇封塵已久嘅想象之門就俾呢份寧靜推開咁。喺神遊嘅虛空入邊，一個形象冇任何預兆咁跳咗出嚟，嗰個係一個瘦削嘅男仔，留住一頭亂糟糟嘅黑頭髮，戴住一副用膠紙攬過嘅圓框眼鏡，佢哋落孤零零，瘦骨嶙峋，甚至有咁似營養唔良，但係對眼閃爍住一種唔尋常嘅光芒。羅琳喺心入邊同佢對望，佢突然覺得呢個男仔一啲都唔平凡，佢係一個巫師，只係佢自己仲未知道。跟住更多細節就好似決堤洶湧晒入嚟，填滿咗呢段悶悶咁空白。嗰間古老嘅魔法學校，會喐嘅肖像畫，紅色嘅蒸汽火車，仲有喺額頭上面嗰條閃電形狀嘅疤痕。羅琳後來回憶，其實就係因為當時手頭嘅筆冇得即刻寫低，反而逼住佢要喺腦入邊不斷咀嚼，反覆思考，令到嘅細節更加深刻。成個魔法世界嘅輪廓，佢嗰個凝住佢嘅時空入邊變得超級鮮明同堅固。當火車終於慢慢開到倫敦嘅時候，雖然佢好睇，但佢個靈魂已經完全唔同嘅。喺嗰4個鐘頭佢哋做嘅時間入邊，佢完成咗一次最偉大嘅心理遷徙。無聊其實唔係浪費時間，而係心靈嘅排毒。當我哋唔再向外揾刺激嘅時候，內在嘅創造力先會被逼走出嚟救我哋。羅琳嘅故事話俾我哋知，靈感好多時唔係喺忙住追趕嘅時候出現，反而係喺我哋被困住走唔甩要停低嘅時候，靜靜咁攞到。